跟线上的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真的是非常的感恩，感谢主。今年呢是我们教会社教132周年，今天晚上我们可以大家一起聚集在这边来参加培灵会，来一起赞美，来一起敬拜上帝，也一起能够聆听上帝的话语。真的是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满心的祝福大家，在聆听的过程中有很好的收获。现在我们想请不良敬拜团来带我们唱诗歌赞美。好，让我们一同站立来敬拜。我们要来到主的宝座前，让他的生命活水来洁净医治我们，因为我们主是生命的源头。当我们连接于他，我们才能够经历到被更新的生命。在你宝座前，是我藏身处，你必的仇敌了歌，四面来环绕我，主你是生命的源头，主你是永恒的真光，在你圣洁的光中，我的自由必见光。生命水涌流，更新医治我，充满我，接近我，在你宝座前有生命水涌流，更新医治我。让我们再次从头来唱。在你宝座前，是我藏身处，你必的仇敌了歌，四面来环绕我，主你是生命的源头，主你是永恒的真光，在你圣洁的光中，我的自由必见光，充满我，接近我，在你宝座前有生命水涌流，更新医治我，充满我，接近我，在你宝座前有生命水涌流，
永流，更新医治我，充满我，接近我，在你宝座前有生命水涌流，更新医治我，在你宝座前有生命水涌流，更新医治我。主，求你更新我们，使我们能够定睛在你，唯有连接于你，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你是我真神，是我唯一所爱慕。这世上没有事物能够带给我满足，在试炼中我灵歌唱，永不回头，我的自由。基督使我满足，基督你使我心满足，我一切所需在你里，一切在于你。基督我全所有，救恩喜乐在于你。这盼望永不止息，天堂是我家。暴风雨中，我灵歌唱，与你同行，荣耀归给上帝。基督使我满足，基督你使我心满足，我一切所需在于你，一切在于你。基督使我满足，基督你使我心满足，我一切所需在于你，一切在于你。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十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十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基督使我满足，基督你使我
许在于你，一切在于你。我们一样站立，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我们得帮助是依靠造天地的耶和华的名，感谢赞美主。主，你的慈爱包容我们经常的犯错，你的公义带领我们看见周遭的需要，你的信实教导我们不畏惧错乱的世代。我们要向你承认自己的不足，自己的软弱、畏缩、逃避、欺瞒等等不合你心意的行为和心思。求主你圣灵的光照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是连结于你的枝子，你是葡萄树，没有你的救恩，离了你我们什么也无法做。感谢主，在今晚你差派你忠心的仆人林芳荣牧师来到我们中间，要透过圣经的经文传讲你的话语和真理。主，你让我们敞开属灵的心和眼，打开耳朵仔细聆听，让圣灵光照并洗净我们，成为愿意天天祈祷连接主、定睛仰望耶稣的门徒，谦卑顺服你的心意，回应你的呼召，忠心服侍主和需要的人，直到见主面。如此不配的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会众请坐。接下来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是记载在约翰福音15章1到10节。大家手边的程序单上面也有这个经文，可以打开来看。我就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掉；凡结果子的，他就修剪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洁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就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什么都不能做。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被丢在外面，枯干了，人捡起来扔进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想要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全。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会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今天的信息是连结基督。我们感谢上帝哈，让我们今天晚上有这个机会。15年前，林芳荣牧师他从新加坡到台湾，在台湾神学院那个地方哈念博士班，所以有一段时间在我们士林教会有很好的参与跟服事。特别在2013年我们教会120周年庆的时候，他也在我们中间哈，跟我们一起来欢庆这个时刻，真的是上帝保守，一忙逆顾哈。我们发觉我们在他的面前领受更丰盛哈，在上帝的面前领受更丰盛。所以这段时间刚好是这稍微有一点不好意思我跟那林牧师邀请的时候，我刚刚人家在 sabbatical 在休假，一休假哈学假哈能够半年。在台湾，结果竟然还让他为了今天我们的社教的一个培灵会邀请他，结果他一口就答应
这一口就答应的，非常的感谢主，谢谢他哈。那我们也要延续在过去这10年我们说的见堂见人这样的一个总主题，借着硬体，上帝向我们说话，让我们这个生命的软体能够建造起来。那建造了一个程度，我们盼望能够更真实的连结在基督，让我们能够长大成熟。这样的话，可以让这个世代有更多的人可以得着祝福，认识到耶稣基督。所以也经过这几年，觉得跟12年前看到林芳龙牧师在我们中间证道都一样。现在唯一差别的就是线上的会比实体的多哈。经过这几年哈，所以线上的弟兄姐妹大家也一样哈，要仔细来聆听哈。我们就拍手来欢迎林芳龙牧师哈。看了觉得非常感动，因为上帝在过去怎么样的来赐福给士林教会，表明他在这里的工作。但是12年后，我回来这里的时候，看到士林教会的规模更大了。不但在2020年，他建立了这个所谓的教育馆，还有呢，我们也看到说他们在社区的事工，还有宣教的发展，以及多堂的崇拜，使到这个教会越来越复兴。为此，我再一次感谢上帝，证明上帝的作为就在大家的当中，证明上帝的同在也在大家的当中。去年的这个所谓的在圣诞节的当中呢，我在12月22号参加这个礼拜的时候，就看到这个周刊里面写的这些话。其实也在大家的这个教育楼里面看到，那边讲说连接基督迈向成熟。那么在以弗所书4章16节那边讲说，靠着基督全身联络得紧凑，百界各按各治，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使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那么在下面呢，我也看到说那边讲感恩励志，2025年祈祷连接定睛仰望，这是今年或者明年的这个主题。那么当我看到这个周报的时候，我就想呢，许牧师邀请我来讲这个培灵会的时候，我就想到，就是这个主题。那就是在之前还有一节，就是4章15节的下半段。那边讲说连于基督，如果我们连于基督，我们才有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如果离了基督，我们讲下面就不应该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呢，我就马上就跟这个许牧师说，我的主题就是连接基督啊。今晚要跟大家所分享的这个讲到呢，分享我的进入大概从三方面来看。那就是从神学、圣经实践，那么让大家就不至于
不知道我的进路或者思路，那么大家迷了路，不至于吧？哈，大概我想说，从神学的角度去看，当我们做一些神学的简单的理解，怎么叫做联谊基督，然后呢，从圣经的解释去了解什么叫做联谊基督，过后我们再从一个所谓的实践的角度，如果你了解明白了之后，你岂不是应该有所谓的行动吗？我想就从这3个角度，那么与大家一起来看，那是简单的神学3部曲。第一，我们讲说从神学角度来看这个事情，理解这个所谓的联界基督到底是什么？联界基督其实是我们基督教的一个核心思考。它是非常重要的，对我来讲是重要无比，但是也非常的沉重。等一下我讲为什么是这样。那么我想，它是我们基督教的核心，也是一个非常奥秘的事情。联界于基督。不知道大家觉得说联界于基督是不是有一点点那个是不是有一点点所谓的奥秘的那种情况在里面？我记得曾经有人问过我们的古代教父奥古斯丁，人家问他说：“你对于时间你定义些什么？你怎么样定义时间？”奥古斯丁就说：“你不问我，我还懂得什么叫做时间？但是一旦你问我，我就不知道什么叫时间。请大家告诉我什么叫做时间？时间不是滴滴咚咚滴滴咚滴咚，不是吧？时间是什么？你不问我，我还明白。但是你一旦问了我过后，我到底时间是什么？那么我们自己在口头上一直想说，连接基督，基督在我里面，我在他里面，我跟他有连接，到底讲的是什么？这一回事情，我想是有一点点的困难。所以呢，我想我在这里不是要跟大家大谈所谓的神学，而是来思考一个重要无比的一个观念：连接基督到底我们是讲什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理解我们的上帝。大家都知道卡尔巴特讲的这句话，他说人与上帝存着无限本质上的差异。这个我想大家都能够明白。那么人与上帝的差异是真的是太大了，大到一个地步，基本上他所说 infinite qualitative difference 是太多了，完全是我不能够理解的一种情况。所以上帝是创造者，我们是被造者。一个被造者怎么能够明白一个创造者？他那个之间的那个鸿沟是不可能跨越的，因为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那我们讲说，由于人跟上帝存在着无限本质的差异呢，因此我们说上帝应该是什么？不可以测度的，对吗？你能够理解上帝吗？不太可能够理解这位上帝的，所以他远超过我们的理解。就好像我们说蚂蚁是不能够理解人类的，对。那么我们讲说，即使是我们说一条狗善解人意的一条狗，它基本上也不懂你在想些什么，你的思考、你的逻辑，它完全不能够明白。那么如果我们要讲说，我们要理解那位跟我们在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上帝，你在讲什么？你想，我把这个东西放在极端一点，让大家去明白，因为我们都相信耶稣嘛，对吧？耶稣不是很可爱吗？是吗？好，耶稣在我心里，我爱耶稣。我们讲耶稣爱你，你爱耶稣。每次我们口里在讲，但是你讲的是谁？那位上帝啊，他跟你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那一位。所以我们讲说，当我们口说和上帝本质一样的耶稣基督。你说上帝是无可不能够测度的，那么耶稣他跟上帝的本质是一样的，他也是不能够测度的。所以当我们讲说我与上帝与基督连接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讲什么？我们讲1+1等于1吗？1+1等于2吗？或者1+1等于0吗？就是你跟基督的连接是什么？这是我们所要思考的。所以与基督联合就是等于找到上帝，认识上帝。我想要跟大家多了解一点。那么有另外一位神学家这样告诉我们，他说就是俄利根大家看到的，
他说上帝不可能为自己，就是为他自己腾出空间。大家明白这句话吗？上帝不可能为他自己腾出空间，就好像我们两个人如果吵了以后，给我一点空间，对吧？是啊，或者是我们已经很紧张了，或者是我工作很忙的，我们去跟人家说给我一点空间，是什么意思？让我有一点点可以这个自由，或者是可以抒发我，或者是松懈的时间。但是大家可以想想，上帝的空间是无限的，他是无限的，上帝可以给他自己空间吗？上帝是没有空间的，因为空间不在他的范畴的里面，他是没有空间可以，因为他是无限的。所以俄利根说，上帝不可能给自己空间，因为他没有空间可以给，因为他是无限的。那么他讲了这一点的时候，他继续讲第二，他说上帝也不可能造一个所谓的肉体啊，把自己放在里面，可以吗？大家想想，上帝多大？他拥有无限的本质，然后呢，他是没有空间可以让自己放下去的。过后呢，他又在讲说，上帝可以把自己放在他的那个身体的里面，这个躯体的里面吗？不能够。但是呢，俄利根就讲了，他说，然而道成肉身提供了一条把人通往上帝的桥梁。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看到说，我们当耶稣基督你认识他的时候，他跟上帝的那个关系是按照他就是他，你要把耶稣基督看成他是本体，就是跟上帝一样，他跟上帝同等，他是从上帝来的上帝，他是那位从光来的光，所以你在基督的里面，那么基本上你就认识上帝。我们不可能认识上帝，但是为什么我们能够认识上帝呢？是因为基督本身，因为他是那一条通往上帝的道路。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这个道成肉身的耶稣，他本身是上帝，同时呢，他也是人，他可以明白你，了解你，你可以了解他，但是呢，他又是根植于在三位一体的里面。所以当我们进到基督的里面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讲说，我们就进到上帝的生命当中，我们就进到以上帝的团契的里面。我想跟大家做一点点的这个所谓的神学上的理解。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讲说认识上帝、了解上帝，或者是与耶稣基督连接，但是我们把耶稣基督贬低到跟我们人一样。但是请大家不要忘记，耶稣基督是跟上帝同等的那一位，他是神，但是他也是人，也就是因为他是人，所以我们才可以与他沟通，那么进到上帝那里去。这个是我想要跟大家所理解的。然后呢，有一位就是亚他那修，他也讲了这样的话，他说基督成为人，为了叫我们说成为神，那么成为神化，就是所谓的成为神的话，这句话我们改革宗传统可能不太能够接受，可能天主教比较多能够接受这样的一种观念，神化。今天早上我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这个彼得后书1章4节，因为我们如此爱上帝的时候，上帝跟基督有关系的时候，基督就让我们能够了解上帝的本性，他的本性就加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他讲的所谓的神话，不是我们让成为神，而是我们跟上帝的属性相通，就是跟上帝的属性，就是不是跟上帝的属性就是我们拥有上帝的那一种的关系，不是半神半人，不是我们变成神那种拥有上帝的本质，没有，你不可能拥有上帝的本质，你仍然还是人，但是你同时呢，就慢慢的就可以拥有上帝的那个关系。所以呢，它指的是什么？不是本质上的联合，而是关系上的联合。我们能够进到上帝这位三位一体的
团契当中，那么分受了上帝内在的生命和爱。所以他不是说我们有所谓的神性，人永远是人。我常常说，人是人，神是神，鬼是鬼，人不会变成人，人不会变成鬼，鬼不会变成人，神也不会变成人，人也神可以变成人，神道成肉身，但是神不会变成鬼。这个是我们所要理解的。所以很多人就想到说，我们与基督联合，是不是我们能够有一点神性？绝对不是，而是你分受了他的生命，他所给你的生命，而不是你拥有的神性。所以这个亚他那修讲的，不是让人成为神性，拥有神性，而是神化，让我们分享了上帝的生命。所以呢，我想简单的来跟大家说，连接于基督之所以是奥秘，原来是我们的上帝是伟大的。大家必须要想一下，当我们跟这位伟大的上帝沟通的时候，其实是他远远超过我们所想的，超过想象。你所能够想象的最大的伟大呢，都不到上帝的一点，因为上帝实在太伟大，你怎么想象的伟大都不比他伟大。人与上帝存在着无限的这个本质呢，我们的连接，我们跟上帝连接是不太可能的。那么之所以连接成为可能呢，乃是因为来到这个世上道成肉身的上帝，他是又是人又是神。我自己在理解这位神学这样的一个神学的时候，因为基督本身又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神，所以呢，我们是人，我们进入他的那个人性的里面的时候，他这个人性又跟神性能够沟通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理解上帝，明白上帝。所以我们就在基督里面与上帝相遇。那么这是上帝就在基督里面接纳了我们。这是我想跟大家所思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从神学的基本上的一点的理解，让大家去看一下。有时候我们小看我们的上帝，因为你慢慢跟他在一起太久了，我们讲耶稣的爱，耶稣这样的一个人物呢，非常可爱。其实你把他小看了，因为他是神。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圣经理解。刚才我们所读的约翰福音第15章1到第10节，他讲到说，他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说：“我是真葡萄树，那么你们是枝子。”那么基本上，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真的要在他的里面，我们需要连接于他。如果我们不连接于基督，我们就大祸临头了。大家可能还没有办法理解。我们看到说这边讲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所有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所有结果子的，他就修剪干净，让他结更多的果子。现在你们因着我对你们所讲的道已经接近了，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要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连在葡萄树上，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在我里面，也是这样。如果我们不在基督的里面，那么我们就不属于基督。如果我们不结果子，他就要把我们剪去，这个样的情况。在这里，今天晚上我不再多说于剪去的这个观念，因为剪去的这个观念在许多的神学上有2个不同的分歧。一个是说剪去的话呢，意思是说你就不得救了，你就灭亡沉沦。就好像那个谁，犹大是那个被剪去的枝子。耶稣说：“你不生在世上，倒好。”这句话很严重，因为他不结果子。那么我们看到这把它剪去，可能就是失去了救恩，在黑暗中哀哭切齿。但是呢，我们看到说，可能剪去的时候，有的学者也认为说：“哎呀，你得不到上帝的奖赏，你在审判当中你没有奖赏那不是失去救恩。”但是我想，不管是哪一方面，有一天我们在上帝的审判台前，我们所要面对的是很可怕、很凄凉的光景。如果他把你剪去的话，对吧？那么我讲说，我们今天我在想，请大家反省我们身为基督徒的生命。我们对神有信吗？我们对人有爱吗？
我们对这个土地有情吗？很多时候我在想，我们的这个基督徒，我们只是徒有这个基督徒的外表，或者是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宗教徒，礼拜天来做礼拜，然后安慰自己的良心，说：“哎，至少我有来做礼拜了，上帝，请你看一下我的情面，是不是这样？”那么我们跟基督到底连不连接，就无所谓，但无所谓。我们活不出有一点所谓的基督徒的味道来。第二，我们看到说连接的方式，刚才我想，我们与神是不可能连接的，但是因着基督的关系，我们就可以跟上帝连接。那么跟上帝的连接呢，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在这里呢讲连接的方式，他是用树跟枝子来做表达，但他是从生物学的方面去理解这个生命体的关系。那么树枝与枝子其实是生命上的连接。我们在想，树没有枝子，它可以活吗？大概可以活了哦。那么枝子没有树呢？那是肯定活不了啊。所以耶稣说：“你们离了我，你就会枯死。”所以我们跟上帝之间，或者跟耶稣基督的连接，那是一种生命的连接，就是树枝跟枝子。明天我会多讲这个观念。那么呢，我们看到说，它不是一种机械式，或者是机械的戒法，完全没有感觉的，不是，它是一种生命的连接。耶稣基督给门徒这样的一种生命学，或者是所谓的生物学的这种观念，证明说我们是什么？属于他的，因为我们是枝子，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我们的生命是从他而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与基督连接的时候，我们就拥有基督所有的圣洁、公义、仁爱，所谓的结果子，可能蒙所有的福气都有。当我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自己非常感恩，说我竟然能够跟这位伟大的上帝连接。大家有想过，你可以跟这位伟大的上帝连接在一起？我非常感谢主，我说竟然我可以做到这一点。那么基督所拥有的一切都在我的里面了。我们讲说，如果大家读保罗书信的时候，这个整个的宇宙是因着耶稣而造的，是靠着他而造的，是借着他而造的。上帝说：“我把我一切的丰盛都放在基督的里面。”那么今天你跟他连接，他所有的一切岂不是你的了？所以你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哇，所有的所谓的圣洁、能力、仁爱、喜乐、结果子、蒙生命，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这是我们所应该羡慕的。刚才我们的这个佩文牧师在所谓讲的时候，就讲到说，我们应该渴慕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们如此的渴慕，想要跟耶稣基督连接啊，这是好的无比。但是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很多时候我们信徒享受不到跟基督连接的那种观念，为什么？原因是我们不是很了解这件事情，对吗？我在没有讲到之前，先跟牧师娘讲，想到我先跟他说，那我再问他一个问题：与基督连接是什么意思？你怎么样跟基督连接？不太，你不问我还懂，你问我可能不懂，对吗？你怎么样与基督连接？或者树根枝子嘛，容易嘛，那是什么？哦，藏在他里面，他藏在我里面。哦，那是什么？哦，他的话藏在我里面，他的爱藏在我里面，那就是与基督连接。那是什么？不太能够理解。我自己思考这个问题，也不太能够理解。我在想，到底要怎么样跟大家分享？第二，我们不认为这样的情况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我们不太能够理解，这样跟基督这样连接，是非常的，可以吗？你不太能够理解这样的情况。或者我们还没有发现到那种成功的秘诀每天我们早上起来祷告，好像是跟空气发声，好像都打空气这样，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连接上了。
或者是这是一个神秘主义，最好不要碰。我们平常日常这样祷告就好了，不要再进到这么深的地方，可能你会走火入魔，可能会这样。可能我们想说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大家如果理解的话呢，那么基本上基督很多时候是很想很渴慕我们跟他在一起。我在想，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很多时候我们跟一般上的拜神的人没有什么两样。拜的人，有事就找耶稣，无事不登三宝殿，对吗？这个是我们的。如果说连接跟基督连接，那简直是天方夜谭了，对不对？怎么会跟他连接呢？有哪一个宗教的神说整天要跟我连接在一起？没有，就我们的主很喜欢要跟你连接，但是我们呢，一直觉得说跟他连接好像格格不入这样。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如果大家发现耶稣基督讲这一番话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他告诉我们说，他告诉这些门徒，这些门徒好像还没有准备要留下来跟耶稣基督连接，他们还没有预备好心，他们还没有把所有东西排掉，那么单纯的、完全的来依靠耶稣。所以耶稣基督在这个约翰福音第15章的时候，他这个15章是一种的所谓的临别箴言。所谓的临别箴言，就是我要离开了，但是我要跟你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跟我连接。以后我要离开了，但是我要请这个圣灵保惠师过来。但是呢，你们不再见到我，但是你们要怎么跟我连接呢？那就好像树根枝子，就好像我这边所讲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是我想让大家理解的这样的情况。他很想，我去年11月出来这个台湾，那么住了3个月。我刚才就席牧师说我在这里半年，但是我住了3个月的时候，我就很想家这次奇怪，我去年来3个月都没有这么想，3年都没有这么想，这时候来半年呢，就这么想家。要想家又想我2个儿子，然后过后呢，11月过后1月初、1月中的时候，我2个儿子来跟我住了一个礼拜，过后他们就回去了。他来的时候我很高兴，什么肠胃不舒服啦、蠕动不好，全部没有了。因为儿子来嘛，我跟儿子很高兴的相处在一起，什么病都没有了。但1个礼拜之后，他们回去了，我就有点非常的不舍。然后因为我的小儿子先回，那天他回的时候，我跟师母说，我们2个也跟他一起回吧。那我的儿子是8点多的飞机，他回到新加坡就大概12点多，我一直等到12点多，他飞机下降的时候，我就 SMS 你到家了没有？父亲想孩子，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父亲想孩子就是理所当然的这一种的父子情。那么基本上呢，我们说，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啊，他也是很想跟我们连接啊，他要我们跟我们连接。所以基督在15章第9节那边说：“我爱你们，正如我父爱你们一样。你们要常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面。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一样，常在他的爱的里面。父爱子，子爱父，是理所当然的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他在17章22节的时候，他的这样的祷告，大祭司的祷告，他说：“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我在他们的里面，你也在我们的里面，在我的里面。”我们看到说，基督跟父的那种合一，其实是我们与他合一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所以我们看到说，基督基本上是很想跟我们合一的。那么与基督连接，英文讲 union with Christ， 那么就是与他连接。其实这也是我们基督教的精髓来的，因为非常重要。为什么呢？我们看到说，这个观念不是我们发起的，是耶稣基督自己发起的。他用他的死来证明这一件事情，要跟我们连接。过后他从死里复活，使到凡是相信他的人都能够跟他连接。过后呢，我们不是
他不是单向的在做。当他说他要与我们连接的时候，他也需要我们因做爱和顺服他这样的动作呢，这个连接才能够成就这个呢成就。所以这是一种互动，是一种生命体的连接就像葡萄树跟枝子一样，你在我的里面，我也在你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一直反思这个问题：怎么样与基督连接？基督在我里面，我怎么样与基督连接？那我在想，与大家来分享一个大家都能够明白的观念就好像比如父子的观念，就如我在提，我生了一个儿子。我有2个儿子，我生了一个儿子当然不是我生的，是我太太生的是师母生的我不会生，我不可能生这个儿子呱呱落地他一生下来，他马上就跟我有什么生命上的联系，对吗？是不是？如果我生一个儿子，他一生下来，他就跟我有生命上的联系，这一点大家都能够明白，但是我们大概不太能够懂这个观念，不晓得大家明白我讲些什么吗？他非常不容易懂，我自己在想，不太能够懂我生了一个儿子，他出来的时候，他马上就跟我有生命上的联系。那么，怎么一个孩子从我太太的肚腹里面生出来，那么他就跟我有生命上的联系？为什么会这样？大家明白吗？大家明白我的出发点是什么吗？我生一个儿子，不是我生的，我太太生的够，他一出来，他就跟我有生命上的联系。生命上联系些什么？联系是什么？大家明白我的出发点吗？如果我们说，从血缘的角度来看我们还能够明白因为他有我的血缘嘛那我们就大概能够，他流着我邻家的血，那么他就跟我有生命上的联系，这讲得通吗？我把大家逼急了，大家讲得通吗？这个人一生出来马上是我的儿子，他马上就跟我有这个生命上的联系，他马上跟我邻家这整个家族都有的关系那么我们是在似懂而非懂的认了这个儿子对吧？这个好像这样的情况这个是一个生命体的连接这样大概可能请大家容我再用多一个观念来讲比如我领养了一个儿子，不是我生的我领养了一个儿子，我把他领养到我的家里，那么他叫我一声爸爸，我就与他有生命上的联系这个不是血缘关系嘞。他叫我一声爹，马上就跟我有生命上的联系，奇怪吗？奇怪那么生命上的联系讲的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都有孩子嘛？解释给我听，是吗？是懂非懂现在回去跟你的儿子讲，奇怪，你怎么是我的儿子？我一生你出来，你就叫我做是我的儿子，我就跟你生命上好像 ET 这样对上了，怎么是这样的情况呢？奇不奇怪？所以生命上的联系是一种非常奥妙的东西来的。不管是他是你所谓的血缘生的，或者是你什么领养的，他都可以跟你有生命上的联系所以大家可以明白为什么我们在这群的人当中，或者在线上的，我们都有生命上的联系所以我们跟基督的联系岂不是这样吗？我们只要信他，我们叫他一声主，我的救主，我生命的主，我们马上就跟他有所谓的生命上的联系，这是属灵上的联系。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约翰福音1章12到13节之后，凡借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他就赐他人权柄做上帝的儿女。
他说这等人不是从这个血气生的，也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从这个角度大家就明白，如果说我们要跟上帝连接，跟基督连接，那么我们叫他一声主，那个生命就有了连接。你就不会觉得说，为什么我称他为主，他又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我可以跟他有生命上的连接，就好像你跟你的儿子、跟你的养子有生命上的连接一样。我自己想，不懂想得通吗？这是我自己想的一个问题。因为我想，我们每一次讲说跟基督连接，跟这些祷告了许久，他都没有跟你讲说，可以，没有，他好像打空气这样。但是事实上，它是存在的，因为这个是一个属灵上的连接。这个是的，接待耶稣、信耶稣基督的这个宝贵的名，我们马上就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上帝的儿女。原本不是从情欲生，不从人意生，也不是从所谓的我们讲说血气生的，而是从上帝生的。如果大家发现，耶稣他讲了好多遍，他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就常在你们；你们就常在我里面，我就常。如果你们不常在我里面，我就怎么样？你要常在里面，一直讲这个观念哦。其实他说你们要常在我的里面，其实他是什么？那是一种邀请 ，invitation。你要常在我里面，你要常在我里面，不是我要常在里面，你就常在我里面，没有倒转的，他不可以倒转的这样的情况，不是说我常在你里面，你就常在我里面 ，no， 只有你在他的里面的时候，他才能够这样讲。但是事先第一点，你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的里面，意思是他邀请你来相信他，接纳他的名，相信耶稣基督，让他成为你的救主。怎么我们讲说？那么我们自然就会在他的里面，这种的自然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说生孩子一样。你有怀疑过你的孩子吗？不可能嘛！你去怀疑你这个孩子，怀疑这个是不是我的父亲？不可能。只要一旦彼此相认的时候，那就不可能是怀疑，那是正确的。所以我们讲说，今天我们呼叫我们的天父为阿爸父的时候，我们不怀疑这位天父的存在。我们讲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的时候，我不怀疑他的存在，我就不怀疑我跟他之间的那个关系，就像你跟你的儿子、跟你的养子一模一样。我想从这个角度，我们大概能够理解这样的。所以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人如果不从水和圣灵生的，你就不能够进上帝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们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是从圣灵生的，我们就认得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跟他连接，他就常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常在他里面，不是吗？我们讲这个角度，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改教家他这样讲，他说他进一步告诉我们说，跟基督连接的那种关系呢，他这种的情况，他说圣灵引领那些上帝所拣选的人来听见，并且相信圣经所记载的福音。此时，圣灵将这相信的人嫁接于基督，与上帝连接，他就是爱。所以，当我们被上帝的灵引导的时候，来相信圣经所讲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我们就嫁接于基督。我明天会讲这个观念。嫁接于我们就与上帝连接，他就是爱，我们就明白。我们的天父如此爱我们，就好像父亲爱他的儿子一样。那么他也告诉我们说，他说基督并不在我们之外，而是居在我们的心中。他不但以某种无法分离的相交与我们专靠他，而使我们专靠他，也以这奇妙的相交，使我们一天比一天
更与他成为一体，直到他完全与我们合而为一。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就越来越敏锐于神的爱意，我们也往往在上帝的大恩中更是归心于他，你就会慢慢的。所以每一天的祷告不是像空气发生，而是什么？我越来越爱耶稣，耶稣越来越爱我，我跟他的关系越来越亲密。所以请大家今天晚上回去祷告的时候，你跟耶稣说，耶稣，我是连接于你，就好像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重新的来理解这样的一种观念。那么为什么我在想我们要连接于耶稣基督呢？那么这也是基督教告诉我们的。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11章28节这样告诉我们说，你们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那么我们看到说，你们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他基本上说到我这里来，他的意思是你们这些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 come to me， 来到我这里。其实来到这里是什么？来到这里住在这里，住下来啊，住下来啊，这是我们看到的是，所以他就用了一个英文字母比较好一点，是 abide in me， 就是连接于基督。那个中文圣经中文译本就翻成说与基督连接，就是说他邀请我们来到他那里，他不但邀请你来，他还叫你说住在那里，住下来。所以今天我们每次想说相信耶稣得永生，相信耶稣基督上天堂啊，就仅止而已。那么其他的呢？不要了。但是基督从来都没有这样，他告诉你，凡是你相信他的时候，他不是叫你来相信他能够有短暂的快乐，过后你就回到这个世界去打滚，然后活在那个悲哀或者是罪恶的彷徨之中。没有，他要求你什么？来住在他里面，他一切所有的丰富都在他里面，他要给你。今天我们不要，我们只要那个短暂的所谓的天堂，或者是所谓的暂时的那种快乐。没有，耶稣基督叫你来，他是叫你住在他的里面。这是我们所说的，耶稣基督要我们，这是他对这个门徒的呼召，他的本意都是如此。今天我们每次过着患得患失的生活，那是为什么？因为你不在基督的里面，你不常在他的里面，你才会有这样的情况。他告诉我们说，他叫我们来到他那里，而是叫我们住在他那里，不仅仅是一下子，而是不间断的，更是一种最亲密和完全的关系。那么在住在主的里面呢，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也跟我们讲说，其实有两个观念，他说，在主的里面和住在主的里面有一些分别。有人讲说，在主的里面我们就得了救恩，但是住在主的里面乃是跟基督的沟通。今天我们只是想要住在主的里面，那么其他的呢？在主的里面，我们却不愿意住在主的里面，这是不太一样的。我觉得说这两者是有一点问题。这样的讲法，在主的里面，有人讲这是得到救恩；住在主的里面，那是你跟他有亲密的沟通，你才能够住在他里面。这样讲法是有问题的。但是他这样的讲法呢，就是帮助我们什么？基督教的信仰不单单只是仅仅要你去得救而已，他要你还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就是跟耶稣基督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我想我再用一下父子的关系来说明。如果你生了一个儿子，你就必须抚养他，对吗？你抚养他20-30年这么久，那么常与他在一起，他一直叫你爹，你一直叫他儿子。这爹儿子叫了20-30年，那么这样的关系才会持续下去。不然，如果一旦他出生的时候，你把他丢掉了、遗弃了，
不认他，你说这个儿子会认你吗？他也不认你，即使是你是他亲生的。所以我想，这个我们讲，我们与基督的关系也是这样，我们要藏在他的里面，他就藏在我们的里面。那么我在想说，在这个培灵会里面，我想跟大家来思考，如果说我们藏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却不能够过成圣的生活，那就不是在基督的里面，因为这是一个培灵的关键，对吗？我们讲称义，基本上是让我们能够得救。称义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这个所谓的他的这个宝血遮盖我们的罪，使到上帝看我们是成为一个义人，我们还是罪人，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遮盖，我们能够成为义人。我们每次仅需要得救而已，但是呢，称义跟成圣基本上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不能够分开的。你如果被称义了之后呢，你也必须过成圣的生活。所以你说，如果要基督在你的里面，那么你还是一样过着犯罪的生活，那么那个称义就少了，就没有了。马丁路德说，称义绝不能够少了成圣，也没有更新的生命，是不可能有饶恕的。今天如果我们讲我们在座的当中有人不能够饶恕人，那么你说你得救，那么你无法过成圣的生活，因为当一个有所谓的怨恨的人，他很难过成圣的生活。所以马丁路德告诉我们说，没有更新的生命是不可能有饶恕，没有新顺服的果子就不可能从正信心而来的。这个是，所以当一个人要在基督的里面，他在基督里面，基督在他的里面，他必须要过一个成圣的生活。加文也这样讲，他说，由于基督的参与，我们接受了一个双重的恩典，两个恩典。第一个恩典呢，就是通过基督毫无过失，我们与神和好，他让我们与神和好，这个是恩典。我们的上帝不再是审判人的上帝，是一位和蔼的父亲。那么呢，其次呢，圣灵基督的灵所洁净我们，我们就能够培育一个无瑕疵纯洁的生命，你就要会自然过这一个什么圣洁的生活，圣洁的生活。所以我想这个是要请大家重新思考的一件事情。所以住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才能够过圣洁的生活。那么第五，我们看到说基督的榜样，耶稣不单单叫我们要在他的里面，他也告诉我们，基本上他本身就设立了一个榜样。他叫我们在基督里面，但是他告诉我们说，他基本上也在谁的里面？他也在父的里面。那么当我们讲说他藏在父的里面的时候，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常常退到旷野里面，那么与父交通。那么他我们常常用的那一句话讲什么呢？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以上帝为他的中心，即使他是神，他还是谦卑他自己。那么今天我想，我们要常与基督同在，常在他里面，我们也必须这样，我们也必须常常与耶稣基督来接触。那么学效他的榜样，在我们每一天的早上的里面，哪怕是短短的一句祷告后，它也能够成为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行动。在我们这一天的里面，我们安排我们祷告的时间，安排我们读经的时间，安排我们工作的时间，但是也安排我们跟耶稣基督的时间。我们应该是没有一刻时候是可以忘记耶稣的，可以吗？你说我工作很忙的，但是不见得你会忘记耶稣，真的。如果耶稣基督在你心中的时候，即使你工作很忙的时候，当你有一些事情的时候，圣灵会感动你耶稣就在这里，他可以帮助你所有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说，基督的榜样，他常在父的爱里，他不是被动的，他是非常主动的去亲近父神，主动的来与父神沟通，然后主动的来赞美上帝。这是我们看到的。所以今天我想我们也应该重新的来思考
这个问题。那么在这里，我们讲说一些简单的小诫，就是联于基督乃是基督对门徒的呼召。第二，住在基督里面，并不是小住，请大家记得，而是紧密永久的，与他不间断的来沟通。然后最后，联于基督，同时也能够体现称义和成圣的观点，就是你不可能只是称义仅仅得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要做一个仅仅得救的基督徒，而是做到一个进到水深之处的基督徒，享受与基督那这个美好的一个关系。然后最后要跟大家所分享的是实践重燃起初这个初的爱情啊。那当我分享了神学跟圣经的部分的时候，我想我们应该来思考一下行动啊。在座的相信大家都超过信主超过10年以上吧，30年都有，甚至50年都有，对吧？因为我大概40多年了，也差不多过几年就2027年我就半辈子了，信主50年了。我们开始信主的时候呢，教会一开始都会叫你写见证，有吗？这边有没有？开始有叫你写一些见证，然后不但你要写，还要讲出来。写跟讲就是一种生命上的表达。今天我还一直存版这个所谓的这个纸本留在我的这个书橱的里面，不舍得丢。虽然已经1987年写到现在，不舍得丢。为什么呢？那是我初期信耶稣基督的见证，上帝怎么样救了我这份稿还放在里面。不懂大家丢了没有？或者从来没有写过？如果不然的话，要重新再写。佩文牧师，请大家再写多一次。初期怎么样信主，跟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关系。那么我们想，但是我们信耶稣基督这么多年我们是不是越来越爱主，还是越来越冷淡 ？John Stott 讲了一句话，我非常揪心的。这是 John Stott， 这是 John Stott， John Stott，John Stott 就是了，他说我们基督徒成长，但是没有深度。你有成长，但是没有深度，以致我们一直常常在原地踏步。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我们希望成长，多读一点圣经，背一点圣经，但是没有所谓的深度所以我在想，我就来到这里的时候，就想到这个初期教会以弗所，他们当年怎么样失去了他们起初的爱。大家知道吗？如果我们去看这个这个启示录。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时候，他蒙上帝的光照启示，然后把这个奥秘写出来。那么他写的期间的教会围绕着一个中心，那个中心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所有的教会呢，都是按照基督的指示去生活。凡是及格的，就是所谓的能够按照上帝的话去执行的，就给予奖赏。但是凡是违背上帝旨意的话，他就得到刑罚或者是责备。那么我们再看到说，第一间教会，那就是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如果大家看他的所谓的描写，以弗所教会是非常好的一间教会。他做了上帝很多的工作，但是失去了起初的爱。今天我们一样，整天的侍奉什么都来。但是就是不爱耶稣，可以这样吗？可以的，因为以弗所教会就是这样，他可以什么都做，但是就是不爱耶稣，这是令人很感到惊讶的事情。所以我们讲说，他们顿于失去爱心，就是失去了这一切。今天我们在看这个启示录的时候，耶稣基督是高高在上的来指责这些众教会，如果你们不遵行我的旨意，我就审判你们。
但是呢，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把耶稣基督提高到一个审判的主；但是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把耶稣基督提高到一个地步是什么？他是一个好牧人，或者是他是一个慈爱的主，他要住在我们的当中。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不跟这位主来连接，那是非常可惜的。所以除了这个起初的爱，失去起初的爱的这个以弗所教会之外，我们看到还有另外一个经典人物，那就是失去起初的爱，那就是彼得。我们看到说彼得是一个失去起初的爱的人。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什么呢？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2次向门徒显现。不但向他们显现的时候告诉他说我已经复活了，但是2次显现之后，门徒怎么样？依然还是软弱。彼得呢更惨，他这个大徒弟竟然带头去重操旧业，回去打鱼。那么当他回去打鱼的时候，耶稣基督第3次向他显现的时候，我们看到说这个羞愧不得了的这个彼得呢，他就跳海。跳海可以解决事情吗？不可以了，跳楼也不可以，跳海不可以。你不管怎么样都不能够解决问题。他是跳海，但是问题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过后就问他3个问题，大家都知道。他问了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彼得经典的回答，我常常说这个经典，这个回答，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是我的回答。我从以前一直回答耶稣基督这样的问题。主啊，你知道我爱你，爱得很心虚啊，对吧？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这个爱的不够了。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我们是爱耶稣，但是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但是有时候。你知道我是爱你，我不会离开你的，但是我就是不常在你的里面，我就不常遵守你自己的话。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我们常常就是这样。他这种爱主的方式，我们讲说是令主感到难过的，对不对？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但是呢，从这个彼得所讲的这一番话的时候，主啊，你知道我爱你，那我们就可以从他的话里面得到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呢？我们在座的基本上我们都是爱主的，对吧？我们讲我们都爱主的，那颗爱主的心还存在，只不过它是渐渐的冷淡到一个地步，令主难堪，或者是令主难过，或者是令人感到怀疑。怀疑的原因是这里提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些是指什么？当然学者有很多不同的讲法。但是我们简单来看，这些就是大概指彼得回去打鱼的这件事情，可能就是指在物质上的事情。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的这些就是我们所说的，基本上就是物质。那么今天我们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在做，我们在生活上相当的诱惑，我们的家庭很美满，我们也大概退休了，可以游山玩水。不错啊，都好，但是我们爱这些比爱主更多吗？那问你自己这个问题，是吗？今天我们耶稣基督要我们为他舍命，我们愿意吗？没有了，没有这种事情。21世纪不会为耶稣基督舍命的，没有人会拉你去砍头啊！在台湾了不会。你信耶稣或者是在街上传福音，也没有人会丢你臭鸡蛋，不会吧？可能。不要讲说为耶稣基督舍命，我们是不是再重新来思考这个问题？
因为从神学理解，我们是不太可能与上帝连接，但是基督在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他愿意跟我们连接。那么今天，当我们已经信主了20-30年、40-50年，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好像淡如白开水。那我在想，我们是不是重新像以弗所教会这样？失去了起初的爱，或者像彼得那样的情况所以，但是我想我们的主并没有离开彼得，这是他对我们的永不失望的爱，而不放弃我们。他以复活的大能重新燃起彼得的这种的爱心。当他对彼得第三次，当他第三次问彼得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说，彼得的心完全被耶稣所感化了，他将心掏给了耶稣。他回答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这句话令人感动，比前面2个更加的经典。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心虚啊！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不能够。但是他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所以我们看到说，结果我们看到说，以后彼得倒钉十字架，这是后话。但是我们在想说，当我们看到说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故事就结束了吗？没有。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完了吗？没有。彼得讲完这句话之后，我们看到，我们以为说这样就结束了，我们就可以回到世界里面跟耶稣基督讲拜拜。那不是，耶稣基督竟然跟他讲什么？这样说：“你去牧养我的羊。你年轻的时候自己束上腰带，随意来往；但到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绑着，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这个才是真正的爱主。就不是在凭自己了，乃是凭这个基督的爱他不再是他自己活着，乃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着。这是保罗惯用的语言，跟这个约翰不太一样。那我在想，我们今天是否在基督的里面，或者是否我们已经失去了起初的爱？如果是这样的话，想一想这个以弗所的教会，想一想我们是否是像彼得当年这样的否认主。如果我们还是有这样的一种心态的话，我们想说，还是只要在耶稣基督的门外站一下，不愿意进到里面常住的话，我在想，当你碰到事情的时候，我们的信仰是否能够承受得住这样的一件打击？很多时候是很困难的。今天是士林教会庆祝132周年，我在想，前人已经为我们预备了美好的这个地方，我们在这里能够崇拜，同时也结出了许多属灵的果子。我们已经传承了这个美好的传统。如今，我们是否能够像先辈们一样的跟主有这样亲密的关系，像是过去他们所为主所做的摆上的？或者是我们像以弗所的教会，或者是我们像彼得那样重操旧业？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重新来思考这一切。那么我在想到这句话，我们很少用这句话了，我们也不太敢用，不大敢跟大家在座的弟兄姐妹们说。但是这是圣经的话，若有人不爱主，这人是可咒可诅的，主必再来，是吧？基督说，你们要藏在我的里面，我就藏在里面。他这么愿意来拥抱着我们，我们这倾覆了这样的一个恩典，你岂不是可咒可诅吗？最后，从神学的角度来说，是因基督道成肉身，我们才能够与上帝连接。
第二，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是基督呼召我们进入他的这样的团契当中，我们才能够与他连接。从实践的角度来看，是基督重燃我们对他的爱情，让我们重返回去他的怀抱的里面。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再一次帮助我们。我们的上帝是那位创造者，但是也是那位救赎者。我们的上帝更是那位引领我们回到他怀抱的那位引导者。主啊，我们感谢你有这么样爱我们的这位上帝。现在你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藏在我的里面，我就藏在你们的里面。但愿我们回应这句话，回到你的里面，常住，与你有亲密的沟通。仰望你，求你圣灵继续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立志过得胜圣洁的生活。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圣名。这个时候，让我们同站立，一起来回应。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干旱无水之地，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感谢主上帝，他是生命的活水，让我们能够在他里面，而且是真的常住在主里面。反过来说，我们是不是愿意敞开自己，让主常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领受他那真实生命的活水？我们首先为自己向主祷告，用你自己的方法，用你自己的语言，用你自己表达的主讲我要住在你里面，要久长住在你里面。跟主耶稣说，我要一直住在你里面，而且你是我的主，你怎么生活，你怎么道成肉身，你怎么样养成一种生命真理光明的模式，我要在那样里面常住，这样让我的生命也会得着改变，得着丰盛，得着平静安稳。
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口，向主耶稣祷告。我要连结于你，要住在你里面。开咱的心，开咱的嘴，咱先为自己来祈祷。亲爱的主，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连接在你，能够住在你里面。圣灵啊，求你来！圣灵啊，求你来我们中间，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候再一次立志住在你里面，让我们能够借着你自己所要给我们的真实的连接在你里面。我们求圣灵来住在我们里面，主是的。既然枝子要连结在真的葡萄树上面，那么枝子就住在葡萄树里面。感谢主，借着圣灵不断的提醒、叮咛、引导，让我们能够在主耶稣你里面。求主继续让我们能够住在你里面。当我们离开这个礼拜堂，当我们回到家里，回到工作的场所，但是我们都没有离开，住在你里面。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要求主，这个时候特别为我们的教会祷告。我们不会算1年、2年到底要到什么时候，但是我们知道，当福音在这个地方种子落地，生日的那一天开始，我们就要真的住在主里面。所以求主帮助咱属灵教会，咱为着咱教会来祈祷。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无论在什么款的生命阶段进入属灵长老教会，咱拢参与在这个家庭，住在主基督里面。通过教会在这个所在的宣讲、服侍、见证，咱会当连接在基督，住在基督的里面。咱为咱的教会所领受的异象甲使命来恩主祈祷，求主让咱每一位拢参与在这中间，参与在上帝所给咱的异象。我们连接在上帝给我们的意象，连接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士林长老教会里面，我们也连接在耶稣基督，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更像天父上帝，在这个地方将荣耀归给天父上帝。开我们的心，也开我们的口，在教会生日的时刻，我们特别感谢上帝，也特别立志借着教会进入耶稣基督，连结在耶稣基督里面，为教会来祷告。主啊，是的，谢谢你设立教会在这个地方，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借着教会肢体的连结，真实的连接在你，借着肢体的连接，我们真的住在主里面。感谢主，你奇妙的诞生，你也真的道成肉身在我们教会，就是奇妙的主，我们感谢你道成肉身在我们中间，也感谢你以你自己的名设立教会在这个地方。主啊，让教会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的成为肢体，连结在耶稣基督，而且我们一定要住在你里面，这个连结才会扎实，才会真实。谢谢主圣灵一直帮助我们做这个连结的工作，让教会每个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住在你里面，借着教会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感谢主，让我们今天能够再一次得着主你忠心的仆人的激励，让我们再一次深思生命最重要的功课，就是我们怎么样实实在在的住在你里面，在我们生活中间吃喝的时候，我们住在你里面，
在我们跟邻居分享工作生活的喜乐的时候，我们是住在你里面跟人家分享。在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业，我们做学生，在我们考试的时候，我们是住在你里面来做决定，来回答你所给我们的考试的试题。主啊，让我们在每一件事情都是住在你里面，来回应你给我们的机会，跟你给我们的课题。谢谢主。借着今天你忠心的仆人林牧师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不是要神化，我们知道我们跟你差太远，没办法相比，但是借着道成肉身这个奇妙的事情发生了。谢谢主，再次求主你的慈爱怜悯不离开我们众人，让我们能够真实的住在你里面。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请坐。感谢主上帝，在咱教会生日的这个时刻，想使咱有今仔日暗时这个聚会。明仔早起咱游玩有2场，下晡迄场咱甲早起合并，所以明仔早起9点，我们有一堂10点半，还有一堂仍然是林牧师要带领我们这样的一个聚会。我们盼望这个连结不只是在主基督里面，我们也借着弟兄姐妹彼此的请安，我们更能够有很好互相的连结，更真实的在耶稣基督里面。大家平安，咱互相请安，啊嘛真侪人看到林牧师就欢喜的，感谢主。喂，1、2、3，对了，应该是带着走。喂。
喂 ，OK， 好，来，我们那个直接走歌词，确认那个 PPT 哈，啊，就从头好了，好，从主是葡萄树，然后主是葡萄树，我们目前就是2遍半，2遍半，半就是那个，半就是若是离了主，哦，然后。直接就到信，然后信的那个后面副歌的地方，它是让我活出信心的坚强，还有你是上主。你们觉得上主还是上帝比较适合？其实我天主是最好的，但是大家感觉会马上问号这样。好。有改到吗？所以那个信的部分，我们也是唱2遍半吗？再说一次。再一次是哪一首？第一首。哦，信就信德的坚强改成信心的坚强。信德的坚强改成信心的坚强。副歌在后面。副歌在我要在你内生根茁壮，我要在你内修屋建房，你的十架是我的力量，让我活出信心的坚强。改成信心的坚强，他已经改了吗？好，那个后面还有一个是我要在你内生根茁壮，我要在你内修屋建房，你是上主，改了吗？好 ，OK， 好，那这个部分就是信这首歌要唱一样2遍半，副歌就是从我要在你内，哦，总共是就是从头到尾2次，然后从我要在你内1次，然后最后再一个尾句好吗？就是对，从你是上主那边，你是上主是我的信仰，有你在的地方才是天堂，这个是尾句。好，那我们就直接从主是葡萄树咯。等一下，住在你里面。今天我们刚刚是怎么样 ？AA， 然后就 BB。好，那就是AABB， 就是前面2次，后面副歌也2次。等一下，他还在改，他改完就会开了。好，阿总，我们没荧幕了，被关起来了吗？有来了。好，变快了。我不知道啊。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枝子连于葡萄树。我们若藏在主的里面，就能结丰盛的果子。若是离了主，我们什么都不能，枝子不能做什么。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在主里结丰盛的果子。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枝子连于葡萄树。我们若藏在主的里面，就能结丰盛的果子。若是离了主，我们什么都不能，枝子不能做什么。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在主里结丰盛的果子。若是离了主，我们什么都不能，枝子不能
能做什么？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栽出力且丰盛的果子。是的，主啊，离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就像树离了根，只能枯朽。人若离了你，如何真正活？主，我愿在你内，只有住在你里面，就有生命，就在天堂。怎样？啊！我就刚想说，他的节奏已经不行了，不对。他节奏怎么了？他就是会走到别的节奏去了。啊，会变成一半。我就已经在看。再一次那个副，就是他接过来。我觉得你不要从头。你从副歌你比较好，你的节奏比较好抓，对。所以现在是他先想一下他要怎么。哦，好。所以他弹我就开始念吗？是的，主啊，离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就像树离了根，只能枯朽。人若离了你，如何真正活？主，我愿在你内，只有住在你里面，就有生命，就在天堂。心的结
心的坚强。我要在你内生根茁壮，我要在你内手无间防。你是上主，是我的信仰，有你在的地方才是天堂。生根茁壮，我要在你内手无间。我们还要啊，再一次，我们对。好那我们要那个吗？直接从要减一半吗？还是因为我们刚刚说2遍半是要重复歌？好啊，但你现在唱，好，那就还是这里好。你们知道这个前后我知道不一样，对哦对对。然后这边是那个除了修建房不一样之外，还有那个你是哦，按你们前面的话是一个也是一个低的，一个高的。对啊。哦，所以稍微不要，我有天使，因为你们会两个互相乱唱。哦，好，那我唱小声一点，我靠天使。好，来，我们直接那个重复歌，然后就接尾句好了。好。生根茁壮，我要在你内手无间防。你是上主，是我的信仰，有你在的地方。这是后面了，对不起，我们是从前面。副歌是你的十架是我的力量开始。好，这里对。生根茁壮，我要在你内手无间防。你的十架是我的力量，让我活出信心的坚强。我要在你内生根茁壮，我要在你内手无间防。你是上主，是我的信仰，有你在的地方才是天堂。你是上主，是我的信仰，有你在的地方才是天堂。不知道在哪里玩了哈。好，我们要录音哦，各位，可以吗？录音，对啊，录音啊。你看哪里什么高跟低，你再唱一次。这里我哪都听不出来。没关系，我录我的音。我们赶快结束吧，我也好累哦。好，我们从头来。用你的录好不好？哦。然后你直接放那个天使吧。今天我就这样，因为我的手机有点荡荡。然后等一下那个讲话的时候就会拿。好，那你在上面的时候也会帮忙唱吗？当然没有啊。哦。我今天只是为了帮你们录音。还是你先拿着。等一下那个你讲完的时候，第二首我再来拿，好不好？你至少第一首先会嘛。葡萄。等一下他先知道他怎么换。你们要不要再练一次？你们等一下那个副歌接过来第二首。哦。他如果有接到，你就可以了。我努力。开始，
我们要录音那个前面2首歌哦，然后我们从头来哦。树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枝是连于葡萄树。我们若常在主的里面，就能结丰盛的果子。若是离了主，我们什么都不能。但是我们歌词没有海洋，所以我们不要唱海洋。我们从刚才都是唱这样。是吗？是。真的，因为我们刚才都没有。没有哎呀。我知道。音乐能结丰盛的果子，我们不是唱结丰盛的果子，不是吗？就能结丰盛的果子。可是我们没有唱拉索米尔的，因为他们2次都唱那个底下的最后一句。在主里结丰盛的果子，就能结丰盛的果子。不对，你刚就能结丰盛的果子。你们唱这样？对啊。他们一直唱底下的，从一开始。没有，因为我知道你们没有唱海洋，我就知道你们已经在唱底下。但我想说，金恩也没说什么，就这样。因为他累了，所以我想说他今天就这个状态，我们就这样走下去。这要重来哦。重来，谢谢。从头哦。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枝是连于葡萄树。我们若常在主的里面，就能结丰盛的果子。若是离了主，我们什么都不能，枝子不能做什么。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在主里结丰盛的果子。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枝是连于葡萄树。我们若常在主的里面，就能结丰盛的果子。若是离了主，我们什么都不能，枝子不能做什么。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在主里结丰盛的果子。若是离了主，我们什么都不能，枝子不能做什么。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在主里结丰盛的果子。是的，主啊，离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就像树离了根，只能枯朽。人若离了你，如何真正活？主，我愿在你内，只有住在你里面，就有生命，就在天堂。树离了根，只能等待枯朽。我离了你，只能真正生活。放心来你的人，披肩叫你光荣。你的话是真理，
指引我走向幸福之路。我要在地内生根茁壮，我要在地内修无间房。你的十架是我的力量，让我活出信心的坚强。我要在地内生根茁壮，我要在地内修无间房。你是上主，是我的信仰，有你在的地方才是天堂。树立了根，只能等待枯朽。我离了你，怎能真正生活？放心来你的人，哎呦，不能乱转。必见着你光荣，你的话是真理，指引我走向幸福之路。我要在地内生根茁壮，我要在你内修无间房。你的十架是我的力量，让我活出信心的坚强。我要在你内生根茁壮，我要在你内修无间房。你是堂主，是我的信仰，有你在的地方才是天堂。我要在你内生根茁壮，我要在你内修无间房。你的十架是我的力量，让我活出信心的坚强。我要在地内生根茁壮，我要在地内修无间房。你是上主，是我的信仰，有你在的地方才是天堂。你是上主，是我的信仰，有你在的地方才是天堂。最后面可能会有一点最后一首主主夫妇。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
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好，但是你那个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为明天的培灵会，明天第一场的主日来预备，能够很顺利。主也求你赐福，不论是明天的私会，或者是司琴、美会指示、敬恩，还有所有的天使团，让明天的服事，我们真的在主今晚，我们借着这样的服事跟练习，也能够在你里面重新得力。主求你赐给我们今天晚上有好的休息，以至于主我们真的经历你话语的真实。